耶和华亲近所有求救伊的人，伊接近诚恳向伊求救的人，伊要成全敬畏伊的人的心愿，伊要听因的求救，拯救因。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是上帝为咱所定的日子，请大家用欢喜的声音来吟圣诗63首。圣诗63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大家起立。请大家做伙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每工早起醒起来，阮若还阁会当喘气，就感谢你的大恩典。设施若毋是你的怜悯，只要无雨水，阮伫即个世间就活袂落去。所以，阮非常非常感谢你。阮祈求你的帮赞，互阮活着，毋是干那外在，阮的内在，搁较爱照着你的真理教示有进步，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才袂辜负你对阮的疼痛。亲爱的上帝，即几个月，带主任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对你所做的新的事、新造的人，要怎活出生命的价值？伫信仰上要安怎教示囡仔？要用什么款的态度、甲心，伫主日敬拜你？要用你的话甲祈祷，得到造就，成做事工的动力，一直到了解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以及你的心者所表达的意义。这6个月来，阮得到侪真理的教示甲信息，但是伫实际生活中，阮伫遮要诚实伫你的面前问阮家己，
阮有照你的话去行无？阮有进步也无？假使阮犹原骄傲、我行我素，阮实在对不起你。阮直接要你认罪，求你赦免。阮伫旧年11月，伫即个所在敬拜你的时，阮有祈求你。当阮伫日常生活，也是教会的事工，伫做时，阮真想要照你的教示去行，但是阮常常拄着困难，因为阮毋知影阮的选择，也是阮的决定，是毋是合伫你的心意。阮有祈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后来几啊个月以后，阮的主任牧师伫讲道中间有甲阮讲，都爱常常用祈祷甲读圣经，找求你的旨意。阮若哪亲近你，就会当哪明白你的旨意，然后阮爱尽力去遵行。所以阮直接要甲你感谢，你有听阮的祈求，你有互阮一个真正确的方向。最近阮深深体会到，假使若有照牧师的教导去行，照你的话去行，你会伫适当的时间，出其不意的让我们惊奇。你会突然间互阮一个答案，你会指示一条路，甚至你会互阮一个礼物，比阮所祈求的搁较侪。你真是一个活活的上帝，你是一个慈悲的上帝，奇妙的上帝。亲像顶礼拜、野外礼拜，连续遐尼侪工寒流搁落雨，你有听阮的祈祷，赐愿一个遮尔温暖搁美丽的天气，日头遮尔高水，实在奇妙搁感恩。最近阮的亲人朋友有得到真严重的病，有诶有死失，也是心肝非常艰苦的代志发生，尤其是忽然间发生，这是人生拄着真大的风甲影。阮了解阮的人生会拄着种种的苦难，主耶稣有当时你会及时来帮助阮，为着这阮非常感动。但是有当时伊就发生啊，阮会当确信的是你，伫阮拄着风影的时，因为你已经伫人间拄着上大为着阮定死伫十字架顶面的苦难，所以阮知影你会甲阮做伙，你会陪伴阮。确定啊，带主任牧师会继续传讲主耶稣你所行的新约，求你的圣神，互阮对信息中间得到教示甲鼓励，也互阮大家拢有活落去的勇气甲力量。阮看到你一步一步伫带领、照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也一步步伫带阮相连教会头前行，也一步一步伫帮助即个政府做真困难的改革，搁较一步一步改变阮台湾的国际地位。无论外面发生啥物歹的代志，阮犹原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野用，你的疼充满伫阮中间。阮要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你祈求。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
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掀开圣诗后面启用29篇，启用29篇，圣诗后面44页。启用29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恁着学老耶和华。我一生要学老耶和华。恁无得倚靠君王，无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途。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上乖敢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甲永远。恁着学老耶和华。即碟咱要过来吟诗，圣诗29首。至悬的主，愿爱感谢。圣诗29首，请起立。
请咱有缘徛伫，咱即马要用使徒信经来表明咱信仰，请大家做伙恭敬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前来受苦，并是个死，来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道，做圣礼，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碟男声合唱团要为咱来献诗，因要吟的是替我拍破石盘身。
感谢男声合唱团，愿上帝纪念，佮祝福因的侍奉。即碟我要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35甲41节。马可福音第4章35甲41节。现代中文译本63页，台语汉字版43页，伫新约的所在。马可福音第4章35甲41节。阁有人伫现圣经，稍等一下。现代中文译本63页，台语汉字版43页。当迄日暗时，耶稣对学生讲：“咱渡过即个湖，到对岸去。”所以因就离开群众。耶稣已经伫船顶咧等待，学生一上船就带伊离开。另外，还有别个船甲因去。37节，湖顶忽然起大风，海涌冲击，涌破入去小船，直到船伫要满。当时耶稣伫船尾，倒伫枕头伫困。学生叫醒伊讲：“先生，阮要死啦！你无要紧吗？”耶稣起来命令风静落来，佮吩咐涌停止，风就停止，湖面就平静落来。伊就对学生讲：“为虾米无胆？恁还袂有信心吗？”因就非常着惊，三甲讲：“即个人是虾米人？连风甲涌也听叹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定定读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的蔡主任牧师要甲咱传讲耶稣的新约第3讲，平静风涌，请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感谢上帝，互咱来到伊的面前，透过伊的话，咱要得到自由，得到透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你的话是宝贵，是有能力，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所以主，阮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我也恳求主你帮助阮，帮助阮陪伴阮的心。当你的话进入阮的心的时，阮就欢喜领受，而且透过你的话来改变阮的生命。所以这时阮要领受，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主耶稣基督所行其中的一个新约，就是平静风涌的新约。咱每一项拢渴望会当得到平安，但是真不幸，咱是活踮伫一个互咱充满惊吓的世代。全世界各国拢咧，全世界各地拢咧反对恐怖，但是咱知真侪惊吓恐怖，犹原常常咧攻击咱的心。伫即个世代，你惊啥物货？啥货是你上惊的代志？有一个学者，叫做 Lawkins， 伊捌写一本册叫做《你生命中间的惊吓》，有
摕着130几种咱人生中间行遐的项目，但总是咱知影，如果若心中无平安，所有人拢无所不惊。有的人真惊别人，真惊面对某一寡人；有的人真惊面对某一寡代志；有的人惊家纸、惊鸟鼠；有的人惊鬼；有的人惊破病、惊注射、惊食药仔；有的人惊死；有的人惊亲人。前一阵我看电视有咧访问一个细汉囡仔，一个学生囡仔，讲恁厝内底上界危险的是啥物货？伊讲是妈妈。有的人惊先生，有的人惊某，有头路的惊去上班，无头路的惊无钱通趁，无钱的人惊无钱，有钱的人嘛惊无钱，有真侪人惊去互气杀，员工惊去互头家气杀，头家惊去互经纪气杀，太太惊去互丈夫气杀，丈夫惊去互太太气杀。囡仔惊去互爸母气杀，老大人惊去互囡仔气杀。有的人惊暴力，但是偏偏咧有真侪家庭有暴力，学校有暴力，社会有暴力，国际嘛充满暴力。伫暴力的下面，惊吓蔓延每一个人的心，马死也会造成惊吓，找袂到头路。找袂到生活的重心，找袂到生命意义，找袂到疼，甚至找袂到活落去的理由。有真侪人因为生命中间的无确定性来艰苦，来惊吓。有真侪人真心爱的物件惊失去，真心爱的人惊失去。咱真侪人每一天拢活踮伫惊吓中间。所以，伫即个世代中间，啥物会造成你的惊吓？你惊啥物？如果心中若无平安，无所不惊。但是感谢上帝，互咱伫教会中间会当得到帮助，咱伫教会中间会当得到正确的信仰，咱伫教会中间会当对上帝话中间得到勇气，互咱活踮伫一个惊吓的世代中间。有缘有平安的心。咱今日所看的即个经文，是咧描述耶稣甲门徒因伫海面顶面拄到一个真大的风涌。门徒面对真大的惊吓，但是耶稣用超自然的能力平静这个风涌。这段经文对咱来讲有真深的属灵的意义，咱来好好来学习。咱详细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中间，一开始耶稣安尼讲，耶稣讲，咱过来去迄边花，华语叫做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就讲，请咱将船对这边花驶去另外迄边花。所以咱会通明白，真明显，这一遍的遭遇是耶稣基督所安排，是耶稣要互伊门徒经历这个事件，因为耶稣特别要互因经历因生命中间迄个惊吓，这是一个训练课程。因为伫惊吓中间，如果若明白耶稣的权能，这个门徒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特别安排这个野外的教学的课程，要互这个伊的门徒掌握对惊吓到平安的一个秘诀。咱来明白，一般犹太人因真无爱海也是水，因为因的祖先是这游牧民族，而且咱知影因的历史顶面，因出埃及的时阵，一出埃及一开始就去拄到一个真大的困难，是啥物货？红海嘛。所以因对即个神秘的海，伊讲真深的水因有真侪的想象甲惊吓。犹太人伊认为讲，即个海也是水是魔鬼因稳状的所在。因认为人生的苦难是对海面出来遐魔鬼
所带来。所以咱会当对即个启示录中间启示录咧描述即个新天新地来临的时阵，用海嘛消息来上顶讲，咱人永远无搁再有苦难。所以咱明白讲，犹太人对迄个深的水，会讲深的海，伊有真济的迄个惊吓，伊感觉迄是真神秘，是魔鬼稳重的所在。而且圣经甲咱讲，这个事件是发生伫暗时。加利利海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一个海，一个湖啦虽然这彼得、安德烈因是真老练的掠鱼的人，但是今仔所拄着这个风险是可能因进前毋捌拄着，因对着这个无法度解决的困难，所以耶稣特别安排这个课程，互因去体验因前所毋捌经验的这个震撼教育。互因知影伫即个惊吓中间，恁爱安怎避万心，才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有时上帝嘛会互咱一个真特别的呼召，伊会叫咱渡过迄边岸，互咱对即个岸到迄个岸，爱经历一个海涌。咱人生可能有时阵会去一个未知的环境迈进，但是咱可能面对这个无法度掌握的未知的时阵，咱毋知影咱后一步是要安怎行的时阵，这个时刻，咱爱去思考，伫生命中间，因为即款的经历，要互咱体验上帝恩典拿钱。要互咱的生命更较丰富，因为生命若要更较成熟，有时阵需要一寡冒险。上帝借着即款的呼召来扩大咱的灵性，亲像咱伫圣经中间有看见着，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爱离开伊的本族本家嘛。本族本家是啥物意思？是我会当挖靠的所在，但是就是咱一般人咧讲的舒适圈嘛。我伫遮有真侪亲戚朋友会当我斗相共，但总是上帝要提升亚伯拉罕的性命，互万民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所以呼召伊去到一个未知的环境中间，要互伊领受应允的祝福。所以有时阵，咱知上帝互咱面临着无共款的境遇。咱有时阵必须要冒险，有时阵爱有牺牲。咱伫即个冒险甲牺牲的中间，会当去体验着上帝要互咱额外的恩典。咱检查毋知后一步要安怎行，但是如果真正是上帝呼召，咱就勇敢向前去，因为这是提升咱生命改变的开始。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咱看见着，当耶稣呼召因去到迄边岸的时阵，伊嘛顺服耶稣的命令，结果突然间起大风，硬拨入船内，船煞互水淹甲要满。这时阵，温度拄着即款的危险，即款的危险是真大的风险啊！咱知影，这风险大到连这个老练的掠鱼的这彼得因，拢感觉真惊吓。有时阵，他嘛亲像彼得同款。突然间拄到即个意料之外的代志，每一项拢会感觉惊吓嘛。因为这个代志咱无法度掌握，但是咱来明白一点：如果你若愈惊吓你的心就愈乱，你的心若愈乱，就带来更较大的危机啊。咱来明白，生命确实是无常，毋是每一件代志咱拢会当掌握。虽然咱每一项拢会当做计划，但是咱会明白，有时计划无法度应付迄个变化。咱面对即款的变化，首先咱就毋通互咱的心中有惊吓，但是偏偏咱拢会感觉惊吓。这时阵咱看见着，当彼得甲即阵坐伫船顶的人拄着即款的危机的时阵，咱看见着耶稣咧做啥物货？圣经中间记载讲，耶稣即个时阵伫船尾顶面。
靠着枕头在困。咱有时有想讲，圣经较会安尼记载，讲即个遐尼危机的时刻，耶稣竟然阁困下去，伫遮尼要紧的时阵吼，耶稣竟然安遐尼快活吼，伫遐咧枕头咧困吼，表示讲困了真安歇安尼。有的圣经学者讲耶稣讲到了伤忝吼，所以吼即摆困甲毋知影人吼。其实你毋通若阵讲到袂忝的吼。我若讲到了下晡拢爱咧困吼。有个人讲耶稣因为心中充满平安嘛，所以吼困了真安稳。但是这当然拢是可能，但是牧师拄则有讲过，我认为讲这是耶稣特别安排的课程嘛。所以耶稣即个时阵伫遐安稳咧困吼，这嘛是即段信心课程的一部分啦。有时阵吼，咱伫咱人生中间上艰苦的时阵，咱大声祈祷，迫切祈求，但是有时阵咱感觉讲上帝开突然间无声无息，耶稣好亲像困去。我毋知大家敢有即款的经验。生命中间，你感觉上介痛苦的时阵，你感觉讲，为什么我遐尼大声祈求？我嘛是凭信心咧祈求，可是上帝无声无息。为什么会拄到即款的问题？即款的代志？为什么咱会有即款的经验？咱继续来看即段经文所记述。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啥物人互耶稣困去？咱知即群门徒大多数拢是真老练的渔民。这海面上的这工作环境，这是因食饭的所在嘛。所以当耶稣爱因将船驶过另外迄边岸的时阵，即个时刻因可能因感觉因的眼中看耶稣不过是一个做梦的，所以因就放心互耶稣去困。因想讲这是我的专业嘛，驶船伫海面顶面驶船，这是我的专业。耶稣你是做梦的，你去困袂要紧，交互阮。咱的生命中间就常常会安尼啦。有时阵咱拢会安怎过头自信嘛。咱就感觉讲我即个时阵就靠我家己就好，我家己做主就好。耶稣你先去困，莫来干涉我。有时阵咱会安尼嘛。咱会互耶稣困去，咱过头的自信、过分的骄傲，互咱离开上帝保守。感谢上帝是时时刻甲咱同在，因为咱的无警醒，所以咱体会袂到上帝甲咱的同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伫困境中间，咱埋怨耶稣无回应咱的祈求，实上是咱稳准耶稣困去，是咱互耶稣去困。咱来明白安尼，咱来会记住，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无论即件代志你是毋捌做过，或者是你做起来真顺手，人讲，毋管你是一窍不通，还是讲得心应手，你拢爱邀请耶稣来甲咱的中间帮助咱，拢需要上帝来带领咱头前的路。我担任牧者已经超过20年。但是每一遍的讲台服侍，我拢是用极其严肃的态度来服侍，因为我嘛有迄款的经验嘛。我感觉真有自信的时阵，就是我失败开始。所以每一遍徛伫讲台顶，我拢是用摇摇出的态度去服侍去准备，希望上帝使用我来成做兄弟姊妹的帮助。无论即件代志是你偌尔专业，拢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来掌管。咱看见着即群门徒，因去体验着讲，虽然这是我的专业，我食饭的所在，但是我原来我是遐尼软弱，所以因为惊吓，搁一遍看见着家己的软弱，所以因学习检采是家己上界有把握的代志，也应该爱倚靠上帝。因耶稣来救援。这时阵，因对耶稣讲，因叫醒耶稣讲：“先生啊，我要无命，你敢无要紧吗？”所以耶稣就起来，
耶稣就请，就责备遐个风海讲，兴起平静吧。耶稣一个讲，伊个话语有规律，所以风就平静，应就就止掉。耶稣回头对因讲：恁为什么无答？恁减无信心嘛？有诶翻译圣经诶所在有诶翻译圣经翻译做讲，恁诶信心伫倒落。即句话真有趣味啦！恁诶信心是倒落是恁诶信心原本就是伫家己身躯顶嘛，我对家己自信嘛。恁诶信心爱转移你信心诶方向，来倚靠上帝。所以耶稣对因讲，拄着惊吓。要得到平安，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有信心。对上帝爱有信心，不是对家己爱有信心，是对上帝爱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咱就会当克服未知的惊吓，来赢取更新的生命。所以牧师下面要甲大家分享4项真重要信心的功课，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咱来明白信心，就是更加明白上帝。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讲信心甲咱对上帝明白的济少有关系。因为信心就是相信加上倚靠，这叫做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信心。咱若要信任一个人，咱若初初甲伊明白，对伊真青分。咱毋知讲即个人敢值得，敢有守信用，敢值得咱信靠伊，咱当然袂马上信任伊嘛。但是当咱甲伊交陪，对咱的经验中，敢发觉讲，每一遍我交代伊的代志，伊拢有办了真好势。每一遍伊讲的话，伊做的代志，拢有照信用安尼做，安尼讲。所以咱就渐渐甲伊交陪，拿深明白伊拿深了，咱就相信伊是一个当交代的人。咱就会有时阵有代志就当拜托伊嘛，就当委托伊。这是因为咱对伊有明白，若咱明白这个人，这个人就无信用的，所以咱知影这个人袂当信靠。相对咱对上帝的信仰嘛是相款。咱对上帝明白哪深，咱就明白上帝本身是主爱，是信实，而且是全能的上帝。咱若对上帝明白哪深，咱就会当哪信靠伊，而且咱就明白讲，咱要安怎对伊求，咱才会当得到。因为常常有人误解一句话，耶稣捌安尼讲只要有信心，恁伫基督中所求的一切拢会得到。真侪人误解一句话，拢将迄个焦点放伫后壁面，讲恁伫基督中间所求的一切拢会得到。所以有个人感觉讲我若祈祷，我若无得到，就表示我无信心，甚至用安尼去人骂啦。讲你咧祈祷遐久无得到，就是你无信心啦。这其实是误解一句话，因为信心是甲明白上帝有关系。因为咱知影，如果你比如讲你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对伊有信心。因为你交代伊的代志，伊拢会晓办了真好势。但是咱当时因为明白伊，咱知影即个朋友有一寡原则，比如讲举一个，即个朋友伊犯法的代志伊无要做。所以咱如果虽然咱交代伊的代志伊拢会完成，但是咱若交代伊做犯法，还是做伊无欢喜的代志，伊就袂做。这是伊的原则嘛。因为你明白伊有够深。所以你对伊有信心的因果，就是讲，我若交代伊做无犯法的代志，伊会完成。因为安尼，咱对伊有信心。相反，咱对上帝嘛是安尼。咱来明白上帝到底是什么是上帝所欢喜，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咱将上帝所欢喜的交代伫上帝的手中，上帝应允会成就。咱将上帝无欢喜的代志。去要求上帝来成就，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信心是甲对上帝明白有关系。特别咱若求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这就是安怎？这就是南三求啦。因为恁南三求，凊彩黑白求，
得到所求的得袂到嘛。所以信心是建立伫正确立捌上帝的基础顶面，免来更加深去立捌上帝，就是对听上帝的话来嘛。圣经中间讲，信是对听来，听是对基督的话语来。所以这对咱讲吼，咱若要明白上帝互咱的应允，照上帝的心意去祈求，咱就爱读上帝的话啦。读上帝的话，咱你明白上帝啥货是上帝欢喜的，你就照安尼去祈求，上帝就照伊应允赏赐互咱。这是第一点，咱来明白。第二项，信心是相信上帝有应允的代志。因为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上帝袂讲袂贼，所以伊应允的代志，伊的确成就。特别是当咱拄着人生的困境，咱来明白。耶稣基督捌应允讲：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上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赢了这世间。意思是讲，主耶稣基督无应允讲咱世间拢平顺的哦，伊是对咱讲伫世上你有苦难，但是伫我的内面有平安。恁通放心，我已经赢过这世间。亲像拄则南社合唱团所讲的，因吟的是歌讲替我拍破石盘身，互我会当秘伫你内面。当咱秘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有遐尼大的风险，拢会当去面对，咱拢会当得到保守。伫世间咱有苦难，但总是主耶稣基督内面咱有平安，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第三项，咱来明白，伫咱上界深沉的苦痛中间，上帝依然甲咱同在。咱看记着耶稣基督对咱讲：我求天父，天父就另外赏赐恁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神，互伊永远甲恁同在。我无放落恁做孤儿，我的确搁蹛在恁遮。所以咱来明白，耶稣基督无放咱做孤儿啊。伊上帝有应允一个保惠师，圣神来保守咱。伫咱上界深沉的苦痛，伫咱拄着上界困难的难关的时阵，上帝甲咱同受苦。伫咱的苦难中间，咱会当去体验着上帝伫边仔咧保守咱，伊永远甲咱伫咧。当咱要跋倒的时阵，伊就伫边仔扶。因为咱明白，咱每一个人拢有骑脚踏车的经验，对无？你学脚踏车，就是爱找一个长辈有时你的老爸咧伫后壁咧教你。即个要教你的人，拢会叫你伫头前徛，对无？伊会甲你车扶咧。然后伊若手无放弃吼，你永远都学袂晓啦。所以伊会甲手放弃，但是伊会伫后壁对你走。甲你讲，当你要跋倒的时阵，伊马上会甲你扶起来。咱就是安尼才学晓骑脚踏车。所以你要明白，就是当你要跋倒的时阵，天父上帝就是伫你的身躯边会甲你扶起，因为这是伊清清楚楚应允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论你经历什么款的苦难，你面前有真大的挑战，但是你一定要确信，听咱的天父上帝，伊就伫苦难中间怀抱咱、保护咱。你要专心投靠伊啊！伊毋简单甲咱同在哦。主耶稣基督，伊是全能的上帝。咱看见伊会当平静风涌，伊伫咱的苦难中间，毋简单甲咱同在，伊也是一个完全掌权的上帝。伊是主爱听咱的天父，伊是大能者，所以咱来放心将咱的困难交伫伊的手中，因为伫伊内面，咱会得到十足的平安。咱相信，伫伊权能的手会引出内面，咱会当经历即款的平安。咱的生命也因为安尼得到提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对即个耶稣基督平静风涌
的生涯中间，咱去体验着信心是来自你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你若认捌主耶稣基督，你深信伊的应允，你生命中间拥有主耶稣基督，你明白伫任何时刻，伊拢甲你同在，伊拢掌权。你投靠伊，你就能得到伊的同在甲伊的保守。咱不断有上帝话语的帮助甲鼓励。如果你对上帝的信心是坚定不移，咱就当得到迄个极深的平安，是超过即世间所有人甲物件会当享受互咱。伫今仔即段经文中间，也对咱双年教会有特别的提醒。伫圣经中间，船是上天教会。对咱的提醒是，咱伫即个混乱、充满惊吓的世代，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爱成做一个活我的见证。上界好的见证，毋是你真平顺，一切拢顺利，叫做好的见证。上界好的见证是咱拄着困难的时阵的态度，会当成做真侪人羡慕上帝、羡慕耶稣，会将吸引咱。当咱拄着困难、咱拄着难关的时阵，咱靠着主所享受的平安超越的时阵，这是对别人上界大的见证甲鼓励。即款的力量会当吸引侪人挖像即只船。愿上帝亲自使用咱来荣光伊的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阮明白，阮生活伫一个无常、充满惊吓的世代，但是主伫你内面有平安。阮明白，当阮投靠你，阮就得到你的同在甲保守，也透过阮伫即个拄着苦难、拄着风险的态度，阮要来荣光你，来为你做见证。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即个世代中间。透过阮生命的见证，吸引侪人来到你的面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互咱遮尔好，对耶稣的第三讲、第三个即个神者，得到真大的启示。咱即点要阁来吟圣诗。215首，确定要领受圣餐，所以咱即马要吟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请起立来吟。
坐。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于伊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成人洗礼、甲健身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囡仔归义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我打重担，着就负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基督也讲：要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大家三甲基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伫上新约圣经中间，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来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虽然即时照伊的模样，逐心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来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你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所带来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即时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摆咧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透过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所以当咱摕到这个饼，请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的拍破，互咱得到救赎的稳定。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你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的血所设立的。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要洗清去咱所有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记得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披着。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透过耶稣基督所破碎的身躯所流出的宝血，阮得到稳定。也透过今日的圣餐来培养阮，互阮明白伊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真实了解，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中失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的。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当作活祭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遮来得到快乐，用阮的性命来献给你。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即碟要开始来奉献。你若无了解奉献的意义的人，你会使暂时毋免奉献。头一摆来双连教会的内面，你若还袂填迄个留名卡，请你将座位头前的留名卡摕起来，甲填好势，交互收奉献的执事。即碟请开始。耶稣，你是掌管者，
连风影拢听你的。阮人生若拄着风影，拢是靠你的扶持甲帮赞。今仔日所奉献的，是回应你的大疼痛，求你感纳。安尼祈求拢是奉靠你的名，阿免。要来放青少年牧区的电影《脱颖而出》，迄个“瘾”是毒瘾的“瘾”，药瘾的“瘾”。你作业写完了吗？等一下，要快一点哦。你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啊？我数到3，你就不可以再玩了哦。1、2。等一下啦，我等一下就好了。你在做什么啊？你真的很讨厌哎，我都快要破关了哎，我讨厌你。你真的很烦哎。现在的孩子。对不起，我迟到。大家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人在听我说话吗？你刚刚说什么？金麦柚，看起来好好吃哦，我要开动。等一下，我拍一张。我要吃哦。好，就这个动作，不要动哦。下一个，我要上传 FB。为什么吃个饭那么辛苦？终于放寒假了，可是要来做什么呢？来看大家之前都推荐的韩剧好了。小倩从早上一集接着一集，一直看到了半夜，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集。好好看哦！什么？时间已经这么晚了？
应该要来睡觉了。可是啊，睡觉前再滑一下手机好了。这个时候，小倩看见她的朋友在 FB 上推荐了另一部韩剧。这部感觉也很好看呢。可是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啊，不管了啦，先看1集好了。看完1集我就去睡。但是小倩并没有只看第1集，她还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到了早上。这个时代青少年实在有各样不同的瘾，从最普遍的电动，严重甚至可能是毒品。盼望我们一起来了解与陪伴他们。这次我们将在3月19日上午10点半于12楼特别邀请到上瘾的治疗与陪伴的作者王倩倩来分享，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这条要来报告，请咱大家看周报第5页。咱集体关怀，咱的会友孙泰民兄弟，就是咱会友郭雅辉的先生，也是郭敬如长老的袂使。2月28安孝主怀，早起有火化的礼拜。下昼1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咱的会友黄雅辉姊妹的老爸黄木朴牧师讲，伫3月2安孝主怀，已经伫昨昏下晡2点半伫草屯教会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咱有侪兄姐有去参加。咱的会友孙刘兰妹姊妹的婆婆。孙徐慕莲姊妹伫3月5嘛安孝主怀104岁。以上请大家兄姐关心大祷，愿上帝安慰为足。总务委员会消息甲报告就是，教会要更新咱信徒的名录。为着即个代志，因为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所以就爱所有的会友同意。你若无写同意书，就袂甲你钉伫顶面。请你伫4月30以前来甲同意书交倒转来教会。如果你若无收到即个同意书，请你伫办公室来领。3月29，咱办公室遮有要带会友去甲金山平安园参观。若有意思要去的，请伫办公室来报名。3月29拜3下晡1点半，伫教会1楼集合。搁落去请大家注意，就是伫第9页，咱有真侪40几位的兄姐身体欠安，请大家为着因，逐日来迫切为着因来向上帝来求祷。刷落去，请牧师来补充甲介绍来宾。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伫遮有一张环保金姊妹的亲族伫咱的中间，要大家说多谢吼。这个保金姊妹伫这个结识的过程中间，咱教会真侪人来关心吼，请坐。搁另外遮有柯坤祥先生，坤祥兄伫遮中间，欢迎你，欢迎。搁有阮牧师娘的阿舅甲阿金吼，周英珠长老长娘伫后壁遮吼。伫草屯教会，欢迎大家吼。
再个有一个林琛恒小姐，林琛恒小姐，哦，伫遮哈，欢迎。你头到第一遍来甲咱敬拜，无介绍着。好，无需要补充报告到遮，多谢。项代志袂记哩，伫周部第6页吼，装备课程，咱5月初2开始，咱的蔡主任牧师要来第2摆的上课，信仰的生活，祈祷甲读经，请大家踊跃来报名，详细内容请大家看第6面正手边的下面遮，请大家多多来报名。以上。即碟咱要来吟上言508首，请大家起立508首。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免。